打发还是溜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大家来说客家话哟。第一句话，去博物馆参观恐龙展好吗？跟我念哦，來去博物館參觀恐龍展好嗎？來去就是來去，博物館，博物館就是博物館，參觀就是眼睛去看參觀，恐龍展。展就是展，应该猜得到吧？恐龙龙就是我们说龙哦。恐龙展，恐龙展会吗？哎呀，但是呢，有人说我喜欢看画展呢，我想去美术馆，怎么说呢？愛好看發展，發展就是什麼？畫展，發展。愛上愛去美術館，美術館就是美術館的意思，所以呢，我要去看發展，我就必須去美術館，我就必須去美術館，會了嗎？好吧。跟先來去博物館，再過去美術館，好嗎？猜得懂的意思嗎？那我們先去博物館，先去博物館，再過去就是再去哪裡呢？美術館，好嗎？好啊，不要忘記了，人家邀請你說好啊。我們現在請特別來賓講客家話給你聽哦。徐小姐，你今日來博物館參觀恐龍展好嗎？唔過我好好看發展，我想愛美術館。你先去博物館以後誒，你再來參觀美術館看發展好嗎？好啊。好。今天就學到這咯，拜拜。